小朋友同大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福音講到，耶穌話有一個爸爸有兩個仔，爸爸同大仔講：你今日去葡萄園做嘢啦。大仔一開始話我唔去，但係佢之後又後悔，結果真係去做咗。爸爸又同細仔講：你都去葡萄園做嘢啦。細仔話好啊，我會去，但係最後佢又唔去做。耶穌問：咁兩個當中邊個真係有聽從爸爸？人哋答：梗係嗰個最後有去做嘢嗰個啦。耶穌話：稅吏同罪人比起嗰啲自以為好嘅人更快入天國，因為佢哋聽到天主嘅說話就肯改變，肯行動。小朋友啊，今日耶穌講嘅故事好似我哋日常生活一樣，例如媽媽叫你做完功課先玩玩具啊，你口裏面講好啊好啊，但係你轉頭就走去玩 Lego。呢一個就好似故事入邊嗰位細仔講得好聽，但冇做到。但係有啲小朋友一開始話唔想做啦，但係之後佢又覺得應該聽話，自己乖乖去做。呢個就係故事入邊嗰位大仔口裏講得唔係咁好，但行動係真心嘅。耶穌想我哋明白，講嘢唔算最重要，做出嚟先最重要。天主最中意嘅係肯改變、肯實行嘅心。我哋可以問下自己，我有冇試過答應咗但冇做到呢？我有冇試過一開始唔肯，但後來願意去做呢？我係咪一個肯改變嘅人呢？天主唔介意我哋有時做錯，佢最開心嘅係你肯嘗試，肯補返，肯一步一步變好。親愛嘅天父，有時我會講咗但做唔到，有時我又會唔想做正確嘅事，求你俾我一個願意改變嘅心。唔只係用口講，更加用行動去愛，去做好事。阿們。